咁啊，相信好多朋友咧，即係見到我都熟口熟面啊，因為咧點解咧？係嘛，即係電視台啊，咁啊工作咗好多年啦，咁啊又做過時裝啊、古裝啊咁啊，歡樂滿東華大家有冇印象啊？籌款啊，做下手語啊嘛，咁啊新手助人協會啊嘛，咁啊首先啊多謝咧阿蕭國雄先生啦嘅邀請啦，同埋咧嚟到呢度，梗係要伸埋隻手出嚟啦。咁我不如咁啦，新嘅一年，我唱一啲歌咧，就係除咗手語咧，又有啲勉勵性嘅作用啊！大家伸下手做下運動得唔得？食飽未？係啊，未食飽都好啦。咁啊，呢隻歌咧就叫做強嘅，等我先嚇。咁咧有一個手語動作咧，就教大家做㗎。呢個就係強人，睇唔睇到啊？是你，哇！係咁叻嘅，再嚟一次強人是你。咁啊，當我唱到呢啲咁嘅強人是你嘅歌詞嗰時咧，希望大家一齊做下運動，得唔得？好嘅，嚟做下運動啊！咁啊，身體好㗎啦。好 ，music 唔該。拍下手仔咧。幫我真正令到心裏精彩，雖經多少次哭，幾多的障礙錯，提醒你會沒落，不知幾番跌倒，旁人斜視喝彩，忍不好過，但我從此不改，只因心中記緊，當天可見父親，說信我會精彩，咁啊！強人是你，能飛天遁地。其實你了不起，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，再嚟。強人是你，能應天立地，如邁斗在爭氣，永會燃死，還是着結真理。喺話所有朋友，2026年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好唔好？多謝，呢個就多謝啦，身體健康。最怕多少個心，漫漫長路與海，幫我真正歷到心裏精彩。雖經多少次愛，幾多的障礙錯，提醒你會沒落，不知幾番跌倒，旁人斜視喝彩，忍不好過，但我從此不改，只因心中記緊。當天可敬父親，說信我會精彩。強人是你，能飛天遁地。其實你了不起，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，真係。強人是你，能應天立地，如邁斗在爭氣，永會完死。曾垂頭萬次，要抬頭一次，再停在床這生結義。冇當時負擔，從前留下句子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強人是你，能飛天遁地。其實你了不起，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。強人是你，能應天立地，如邁斗在爭氣，永會燃死，還是活着記真理。嚟啊！多謝晒嚇，多謝晒伴舞啊，伴埋手語嘅真係 ，OK，唔該晒。咁啊，我喺度咧，希望咧，我哋嘅新秀助人協會咧，繼續延續落去，好嗎？係，大家俾啲一啲努力啊，咁啊繼續咧就幫咗有需要嘅朋友，好唔好 ？OK，再次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日日笑口常開。係，多謝晒，多謝晒。嗱，呢個好簡單嘅手語，多謝多謝。
最緊要咧就係身體，呢個身體好啊嘛，咁咪健康啦。哇，好叻啊，靚女。OK， 咁啊有機會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好。就係抽埋我哋剩低嗰50分，係咁啊！I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CEO Sandy to help.